好，这回这破发现金1万块，有民众呢是想要领现金，也毋过煞互诈骗集团甲拐去。高雄刑大呢，即摆已经查到2件这诈骗集团用破发现金来骗钱的案件。这嫌犯呢是利用交朋友的软体，也佫有检警的身份，甲人拐卡片，有受害者是损失上百万。请输入密码。 甲金融卡插入去 ATM 准备领钱，对17开始，民众会当直接提卡去 ATM 领中央普发的现金1万；24开始，嘛会当去邮局柜台领现金。这摆中央普发现金的方式分做5种，其中有1046万人选择登记入销，不过也有民众选择家己提卡去领。你是选择怎么领啊？就 ATM 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临柜领比较安全。 为什么会比较安全？怕被诈骗是不是？对，那个网络不敢乱点。有人选择登记入销，方便就好；有人是惊防骗，提卡家己领较安心。高雄刑警大队这阵仔就查到诈骗集团，利用政府当日破发现金，上空上胖来拐钱。一件是透过网络交朋友得到信任了后，就爱人提金融卡，讲要提钱领1万，最后钱无领到，口座嘛互偷用。另外一件是用假检警的名义来拐人，民众损失超过100万。 这2起案件均是以普发现金为借口，再以假交友、假检警的方式诈骗被害人。那警方均立即动用大批的警力，在报案之后2天内，分别在桃园市、台北市缉获犯嫌到案，亦持续溯源共犯中。 警方提醒，政府绝对袂用电话、电子批，也是手机假信息去甲民众讨银行口座，嘛袂敲电话叫人去 ATM 做任何操作。民众若是碰到可疑的人甲电话，拢会使先卡105去查证，唔通戆戆啊互拐去。记者郭家如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